坐稳了。哦。石墨，其实你可以不用这样做，你为了我这样一走了之，后果会严重的。我不是石墨，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。你是小小？你怎么了，小小？你怎么了，小小？把我的身体还给我！我告诉你，你只会一次次的伤害聪明。你从我的身体里滚出去！从我的身体里滚出去！你怎么了？厉涵，懂吗？好聪明，好聪明啊！郑小姐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现在立刻给我想办法，我要郝宗明立刻消失！想啊！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，您的委托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。你要钱是吗？你要多少钱？多少钱可以让郝宗明彻底滚出我和迟梦的世界？你开个价，我现在马上给你。不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郝聪明其实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已经因为钱3番5次的伤害了他，我不想再这么做了。这是您预付的支票，1分没动。你什么意思？啊？良心发现啊！现在最惨的那个人好像是我。真的很抱歉，郑小姐，我知道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，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不过我希望你听我一句劝，事情的原委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。我不希望看到你被迟墨伤得遍体鳞伤，也不希望看到聪明再受到一点伤害。为什么你们一个个对他那么好？好了，你别再猫哭耗子假慈悲了，出去！郑小姐，我让你滚啊滚啊！聪明，聪明，没事吧？聪明，聪明。小小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没事就好。我差点以为我要失去你了。刚才在关键时候，你奋不顾身的帮助我，谢谢你，聪明。你到底是迟墨，还是宋小小？我是迟墨，也是宋小小。我有双重人格。聪明，聪明，聪明。原来这么长的时间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什么宋小小，什么迟墨，根本就是同一个人。我说怎么会那么巧？迟墨定制的那个瑶光之星，在宋小小那里。我第一次跟小小见面，在别墅那边。你们两个明明长得那么像，就说不认识对方。啊！我真的是最蠢的人，被你耍得团团转。你听我说，之前我也不相信，但是当我看到从我身体里分裂出来另外一个人格，他对我说话，让我按照他的意思去做，我不得不相信。我知道，这种事情一开始让人很难接受。之前在我身上也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，但是我不想这样，我无法控制自己。
那个宋小小，他就是寄居在我身体里的另外一个灵魂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，做出一些甚至我根本就不会做的事情。你不会做的事情，也包括跟我谈恋爱，是吗？迟默，那你现在叫我怎么面对你？一直以来呵护我、爱护我、对我好的那个人，他叫宋小小。可是你现在跟我说宋小小是你分裂出来的另外一个人格，意思就是搞了半天跟我谈恋爱那个人根本就不存在，对吗？不是，他存在，他就是我。另外一层意义上的我。可是迟大爷，你根本就不爱我啊！在你眼里，我只不过就是一个工具，一个可以帮你查到3年前车祸内幕的工具，一个可以帮你演戏、帮你骗过妈妈、骗过前女友的工具。你心里有那么多秘密，那么多负担，这些小小都没有，所以小小可以全心全意的爱我，但是你不可以，你一定要去跟那个跟你门当户对的郑小姐结婚。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，我喜欢的那个人叫宋小小。那为什么刚才撞车的时候，你抱着我的时候，你叫的是迟默，不是宋小小？我没有那么自作多情。你是迟氏集团的总裁，但是我只是一个小员工，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的。郝聪明，好，那我问你，你会为了我放弃迟氏吗？看，如果是小小，他根本就不会犹豫。但你不是小小，所以你不会像小小一样那么爱我，那么在乎我。这个戒指是我在车祸现场捡到的，现在我还给你。石总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们所有人找你都找疯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要去劝下郝小姐，她说她要搬出去，行李都收拾好了。是我同意她搬的。怎么，你们吵架了？比那个要复杂的多。可是你不是说她知道3年前有关于你爸的车祸案吗？这样走的话，万一那帮人再把她抓怎么办？他并不知道那场车祸的内幕，只是单纯的路过而已。哦，那可是还有那些保护他的人。宋董卓，你跟金秘书说一下，从今天开始解除对郝聪明一切的人身安全警报。他自由了。雪融化后化作春天，夏天应该不会遥远。秋天的风筝伴随落叶，冬天我单薄的鞋。我走了。是的，郝聪明走了。我们在季节里拼命的追，今天就是这样，明天会怎么样？只能想象我们成长未来模样。每当风吹过窗帘上，我闻到了激动的香，那些未开口的话，究竟要什么样的速度追赶你的步伐？我看着一画一迟默是迟默，宋小小是宋小小，我的男朋友是宋小小，不是迟默，有什么好难过的？我一点都不难过。
好开心啊！终于要离开这个魔窟了。雪融化后化作春天，夏天应该不会遥远，秋天的风筝伴随落叶。我送你吧。不用你送。既然你选择了郑宝珠，你就是郑宝珠的男朋友。你是我什么人？我不用你管，你又不是宋小小。哎，我们在季节里拼命地追，今天就是这样，明天会怎么样？只能想象我们成长未来模样。每当风吹过窗帘，让我闻到了悸动的香，那些未开口的话，究竟要什么样的速度追赶你的步伐？我看着花一片片落下，回来吧。停车！我要下车。在这儿。对，就是这儿。